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下面个刘浩明。前段时代个政府的时间，我哋更加买个东西都唔是像以前我哋即个用手去做的。更加想要是买个东西，我哋外面便利商店都买得到。但是几位以后，几多年都发现到讲，伊唔伫食物本来上买个样的同时，伊嘛唔伫讲，其实喺我哋厨房底部可以看出。我哋嗰度人生的一啲想法，無論可以改變我哋生活地步，嗰度無強嘅東西。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係來自美濃嘅劉義成，而專門喺推出我哋咧生活廚藝一件事情。我哋今日嘅節目，攞上請問，馬家多生活廚藝，我哋馬上來歡迎我哋義成來看上。義成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劉義成。義成，這個頭都講係來自美濃係咪？係我來自美濃。你這個一開始都喺美濃喺下來下，還是講有出去工作過啊？我出生都喺美濃，到高中畢業出去。嗰個時節，其實我哋講，嗰度嘅我哋講，美濃雖然唔算鄉下啦，嗬，但是我哋認為講，這比起我哋高雄市嘅態度是來講嘅話，譬如講屏東啦，嗬，美濃啦，嘛算係我哋一種鄉下人。咁鄉下人其實來到高雄工作，應該嘛算睇態度是真工作嘅。咁其實做乜會想要去台北工作咯？因為迄時間我過想啲我自家還可以做乜嘅事情，台北嘅話是嗰度。資訊，還有嗰度機會，所以就為咗我想法，我就出家就去高雄工作幾年以後，我就上去台北嚟。嗰時你台北係有朋友冇？其實親戚朋友都冇，就純粹一個想法，然後就出家上去就尋條路啊，全部都重新開始。跟住就是我去台北尋條路其實冇簡單嘅嗬，因為其實有啲人認為個台北人其實第一個尋冇嘅，嗬，那尋，第二尋咪一啲人係嗰種係嗰種人講有時便宜嘅地方可能都我能夠龍蛇雜處啦，嗬，其實啲地方都唔安全，但是喺到啲個偏啲地方可能個貴，其實喺台北尋冇都係啲問題。第二你講，佢其實尋咩工作係嘛咯？迄個時節其實唔對自家做乜嘅工作，不過迄個時節是當年工作美容，是可以賺錢嘅，所以迄個時節我很細個就可以學美容啊種東西，個好講，所以我就請報紙，報紙迄個時節就有幾多工作機會，講我就要寄打電話去問迄店面，問看是講我有機會去面試冇，我可以重新學習。嗰種這個係同學美容以前，這個冇通過美容嘅課程，嘛唔係受過嗰種譬如講美容美髮嘅嗰種經驗嘅嘛嗬？都唔係，所以我迄時節打電話時間其實幾緊張，因為我唔係本科系畢業，所以我幾誠意打電話問迄隻天花人，講我有機會冇，我幾誠懇幾想學習。冇想到迄家天發你就會來調價，所以就剛剛個有誠意，所以就出家錄取我。然後那時候的薪水其實像幾少，一張樣8000元呢。不過上去台北8000元，生活下來其實幾辛苦。係啊，其實人都我講房租都其實佔咗差唔多一部分嘅啦，然後又這個話食嘢都其實。可能可以生活下去，但是冇辦法賺乜個錢。係。喺度你喺美容做幾久啊？差唔多做1年半。不過我去做美容嘅時節，其實我是剛剛可能會幾9年會出事。不過喺時間裡面係個用心，差唔多1個禮拜時間就有銀行佢加一眼，就會指定眼服務業。所以迄時間就提供我有天分，所以我就用我的天分，還有就是上網去練習，然後迄時間其實人還是可以好我的。但你嘅時間既然又有天分，然後你還可以好，那個做嘛能做到1年半嘅咯？因為工作其實幾辛苦，這個身體其實是就是沒有照顧好，然後那個時候的黑行業是。你就會員工拼命的服務客人，所以其實那時候身體就變差誒。拄好有一個我嘅人客，
啊，伊就会突然落雨时节就突然讲购物台个兴起的地方，啊，伊是个好些人，所以我就请伊介绍我可以去工作，安尼。在这时间，你自家去购物台以做工作系咪啊？客服。客服都接电话的。对，就纯粹接电话。不接电话有个分几多单位。所以迄时节就先接买东西的电话。买东西的更简单哈。买东西的，过来的话就会服务的电话。过来的话就厂商啊。然后还有 VIP 啊，还有就是名录的。还有发动的。就是每个无相同的那个单位，都挑轮过。全部都等于如，所以无同样的单位全部轮过一摆。轮过一摆，差不多要10年呢。差不多呢，哈，跟到2年你过下嘢吧。过下来就10年嘞，差不多应该又可以go挑战不同的工作咯。其实我想讲啊，你讲购物台，其实我在广东朋友可能都有买过购物台的东西，然后嘛有打电话一般的购物台经验嘛。但是可能无人伫个购物台嘅天花板嘅，可能讲接线的手机啦吼，伊咪嘢嘛有些啦，反正我哋接线的服务人员哈，伊个譬如讲，你几时节差不多一个客服部分遇到你啦。迄时节其实人来去，不过最好的时节应该。最起码500人的人拢有哦。有500人，但是有某个都无强嘅部分，好冇吼？嘿。咁像咱嚟讲，你的工作还是8点钟。嘿，俺是相同会符合劳基法嘛，8点钟。不过一年的话，差不多会加100人同一天发。差不多呢，系啊。所以迄速度会加，不过速度加相同呀，正确度会对，咁我发嗰几就会补银行码哟，因为打电话来要添查东西，吼，无如果添唔错数量的部分，嗰种其实迄时间，我感觉到讲，你这个适合嘅工作，应该适合吧？迄无侬做到什么样？其实我忍耐耶，就是不过因为太多东西，各有兴趣耶，所以有段时间，因为你就提因呼吸的时间，所以你就。忘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你想对应该能从去台北的时间没有可以依靠的人这样子，所以你就要更努力的在外地生存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客家人的就娘娘的精神。所以你只要去外地之后，你就是要努力生存下来，没有别的理由。但是我看嘛，努力已经等于做10年了，可是做10年算来算去，其实嘛算，我讲啊，算中间的一个阶级的人了吧。但是佢后来做嘛有得离开，嘛那购物台都还在工作咯。因为你可能多东西是你想解决，可是你解决不了，那就因面讲，什么原因不客数越来越多，或者是相同的客数一直不断的同样的发生，那就几种问题，几种问题的时间就可以是去请，后来就是请有110听演讲的时间，就是糖豆一类欣赏。很多蔡颖清，也就提推广，就是有关厨房跟家事教育，也就讲俺沙批几多问题，其实拢伫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失去了，就是没有回归到家庭的厨房这个核心，所以我们造成了很多的一些社会问题，所以其实俺就迄时俺就谈的是，因为俺韩式就伫厨房，台。好，然后所以我就尝试了以后，我就感觉讲，那以后可能那相同可以做对差不多的事情，我就后来我就开始去想说，那我是不是要怎么样去从厨房去学习跟讲厨房这件事？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准备，差不多要离开耶，我就去应征了一个工作是厨艺教室。厨艺教室就会有本来的一类做嘅，然后就会教我们讲用嚟搞煮菜、讲煮菜，所以我就从那边开始重新开始。嗰度乡下人可能都有一套嘅經驗嘛，因為你做起我哋嗰度東西如係，可能即個做吼，譬如講蘿蔔班啊，吼，嚟去整條班啊，吼，反正都話多少少睇個睇做下，嗰種整東西，慢慢睇個炒菜吼，去菜人哋會綁菜，然後洗槍來炒菜，你講到
对于伊迄样种诶，都迄样的煮诶，都专门表演人家做个方法，能讲好一样的一条龙的讲怎么从厨房到餐桌的部分，但是其他各东西其实搞不清楚的东西，因为看好时间，伊都已经切好的。真的。系啊，好，嗰个唔单止讲有种人生意的角度讲，我哋咧往里迄上个係苏当风诶，好，嗰种其实东西，但是问题係。唔好講我哋鬼神奇的講，馬家人對廚房地方可以改嗰度事情。佢同時你講，你這個冇做過廚房嘅事，做乜人可以應徵到嘅工作？其實伊是咧，迄工作嘅人員的名字其實就叫老師啊，他是可以培養你。你本來欣賞，伊會教人講，讓你去講廚房，啊去搞煮菜，所以其實。借由那个机会，是我进去之后去被培训，所以那培训之后，我们就直接去教，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可是虽然是教，可是我们也要做很多打扫啊、洗很多碗筷啊这些事情啊。只是因为因为韩式虽然有你厨房的经验，不过对于讲这件事情就比较差。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我要去学怎么去讲，然后讲了之后就可以把我小时候的经验把它讲出来。可是你講，其實這段時間這個學習當中我去講一件事情咯。對。其實我相信做下位事情對我哋觀眾朋友來講嘅話，伊天唔會過上班，因為其實過當然有睇做下位地方，度過過到過好嘅一段時間。但是馬家人都做下位事情，可以嘅生活啲位事情咯。休息下喎，下一段節目我哋講唔談。歡迎過來福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美濃嘅醫生同我哋講，伊其實做過多嘅洗頭以後，伊最賣回到我哋嘅生活廚藝一件事情。但是一檔節目我哋一開始都想問下哋醫生講，乜嘢到生活廚藝咯？做乜講我哋廚房嘅東西可以解決到，冇得講我哋 TV 到生活裡面太細嘅事情。生活嘅事情就係迷你攏會發生嘅事情，就像我哋鐵路圖太年啥食飯嘅時間。我是伊咧煮食咧人嘅話，我準備不愛咧太年啥，還咧準備不可能搞個細人嘅，講我準備嘅東西就會冇相同。太年啥可能有啲會食乾軟嘅啦，好乾硬嘅啦，還咧伊今日食嘅東西有食係冇，冇食嘅原因是乜嘅東西？我會用過多嘅觀察，還有體貼，然後還有你會面。是乜嘅原因，伊能好還能唔好安尼？我就相當韓式時間，因為都開始試過無記嘅，冬天試過無記，我媽媽伊能臨安過來時間，我能先伊能煮飯，伊能就要求講，伊能最少要有2樣東西，就係飯菜是熟嘅，好，還有就係鹹嘅。因為這就是他們最基本，就是大量流汗之後最基本的需求。那他們的需求就是只要這2個，他們就會滿足了。那其他的部分我們都可以自由調配去煮什麼東西。所以其實這件事情的話，就回到我的生活裡邊，我就會提供，我來觀察，我來煮食的對象，伊能需要乜嘅東西，去為伊能準備。出社會以後，我就會發現講。我的同事、工作環境，還有我的朋友，也能相同而需要什麼東西，然後我可以比較貼心細微的去幫他們準備，那可以增進我的人際關係。因為你看下來，我的人際關係就不錯，然後工作表現也不錯，所以我就發現講，原來廚房的事情其實可以運用到我能出社會以後，作為迷烘的事情，還有交朋友。所以對我來講，就會生活的廚藝。譬如講，
你这个题开始准备我的产色吼，比如我们边个东啊都看人啊，吼睇人啥啦，生人的啦，我哋在准备的呢三餐的时间的嗰种用心，其实睇我哋呢交皮朋友的交皮地方，我哋做人做事的地方。一种用心同体贴，其实嘛系一种共样的一种道理啦吼。因为像有的人来讲，譬如我哋广东朋友，可能都看有睇人啥，或有同嗰种体力发育嘅生意呢，你会发现那个其实几快准备，因为在发育生意呢，有些东西可大量，可能肉吼，多嘅饭菜啊呢。但是最近嘅睇人啥来讲，我讲因为伊哋嘅牙齿已经唔係個硬好啊，可是伊哋肉冇那個爛些，伊哋菜可能切過油一些，可是講到碌卡同時要睇人啥，好，還有甚至叫嗰個發育嘅生意呢話，其實是規劃準備的東西，但是有時間就像頭都講嘅。因为反正妈妈或者有些做妈妈人，大部分的做好的事情，都妈妈在给负责嘛吼。伊如果有想我讲啊，佢今日啊，用嚟搭皮，吼，用嚟搭皮啊，嚟传承啊，嚟三餐用嚟搭皮，那么有营养，有种人讲啊，看好了，讲啊好，想认识，吼，这种其实出发点就系真係呢度讲全家人的好啊的心情，但是。也要心态加上，其實我哋聽我哋外面對人對事嘅時間，好，如果比如話見面嘅同事，我喺咪做乜嘅事情冇講花時間，可以去體貼到唔同花人嘅用心，見面個談嘅地方，唔會感覺到講啊，我喺咪有睇啲想法嘛，冇得講談起來都唔舒服。其實要等於同我哋一開始去做，我哋去呢度我哋都看人去準備嗰度三餐嘅時間，嗰種心情其實係幾相同嘅。係。嗰種咱嚟共同出去推廣，也係我哋講生活處面嘅時間。所以比如講嚟講好，因為頭都上一啲節目地方有幾講，你即個要去培訓嘛，嚇。對住嚟講係樣係講課，咁係咪同我哋廣東朋友睇咗小解一下講？譬如講幾時間你哋課程用我哋上，用我去小解一啲我哋咧譬如說我哋咧料理啦，某類一啲東西咯。那黑是其實是工作，就是那只是工作之前，我們會先做培訓。那培訓，那我們是在每一個課程裡面，我們大概2個小時要結束，完成一套菜，是一套哦。然後，那我們我們要先做課程的講解，那講解就是學生，然後有課程講解之後，然後實際上分配他們工作，然後在2個小時之內，學生要做出跟食譜一樣漂亮的食物。然後做完之後呢，還要讓學生把碗筷洗完。那老師就是我們自己，我們還要幫學生就是複習功課，所以全部的東西都要在2個小時之內結束掉。可是2個小時其實是很趕的事情。可是你講日本人真的就有些智慧，就是把所有的東西都是濃縮在最裡面。所以迄時間來睇日本的教授學習的時間其實好多幾多。就是用呢幾聰明的圖，可以嚟幾令人煩的事情、廚房的事情，去整理，還有就是做出來的東西，又幾想你說，然後又幾講，然後又幾加準備好所有的東西，所以迄工作其實對我來講幾太訓練。對，如果幫我哋平常我做嘅嗰種做好嘅工作，吼用嚟去調理法，吼變成2點鐘以內，一天啊對開始處理我哋食材，都開始煮，然後專門把我哋咧用過嘅東西全部洗下，全部2點鐘以內全部做下。咁像我哋嘅課程其實看好嚟係一個吃土法嘅課程，咁後來即個有去推廣係咪弄下？其實推廣其實有一些有困難，因為像那種制度化比較邏輯性的教學，課程其實貴貴，一年差不多1500以上2000、3000其實都有。唔講話就會想，其實冇按多人有愛錢可以做好事。唔講話閒些時間就唔是啊，其實每一年都有廚房啊，每一年都有這個需要，而且廚房的事情都在發生，吃的事情都在發生，所以我就想有可能把這種費用降低，可是又是每天可以學習的，所以我還提廚房廚藝教室工作的時候，我一邊教學一邊就在想這件事情，那所以我就會把我小時候的經歷跟想法把它融合下來。
只是到了美容之后，因为冇啊高色嘛，就算有啊高色，其实没某你会花啊钱去做比较华丽的学习，所以我就刚好有机会到学校教课，体验结束的时间有点结束，一本来期费就会去搞差不多3点钟的，就是读3年中哈，就是课外的那个辅导课，那就是那个学校的社团课。然后就给我大概3个小时去教孩子们有关厨房的事情，所以我就把我的想法直接就是教小学生了。那只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让大人可以理解，小朋友可以理解的方式，所以这个就更生活化了。咁像头讲，你今仔在教迄两度角色嘛吼？咁像两度角色当初抢来做神法厨艺的时间，伊迄希望讲，唔知讲迄把神法厨艺的观念。搞本生意呢，还是讲，其实你搞生意嚟投出来，因为谈好了嗰度生意，嗰度可能讲角色希望讲话，希望一个家政老师，好，能够搞生意用回家可以煮一道菜啊。但是你也要想法，其实唔係講真係用嚟去煮，去煮一個料理。其實最主要嚟講，都係有料理嘅後背。好，我哋對烹飪味道烹飪上嘅嗰種精神，佢其實係對生意嚟講嘅話，也課上能用嘅設計啊。我一听到有吃的东西嘛，因为吃的东西就可以想你呀，所以一开始的时间就用向下甲佢时常看得到的东西，就是米还有鸡春，因为每米的生意呢，卢卡的经济能力都比较许可，所以如果卢卡一听米的人都有鸡春还有米，所以迄时间就请伊能带1瓶米，还有2粒鸡春，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从简暖煮拍饭好开始，不过煮的时间其实看起来是贴煮东西，不过我们在那个活动的时候，其实搞最多的是态度，就是例如说站没站姿，站也要好好的站着，然后呢，那还有就是有没有互相礼让，然后谁先谁后，那还有就是洗完手之后，你的手要擦干，不可以这样甩。那如果说你洗完手之后，你的水是这样甩的话，那就会问生意讲，唔能滴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能就会面，就会想听奶就会涩黑，涩了呢就可能会滑倒，就会有危险性，所以你时常就会做那种堆发，所以其实搞色类是其实只是一个媒介，其实搞的是后背更多的态度的问题。等于如果唔係講把料理變成我哋去做下位的重點，等於如果我哋去做下時間所有的行為，可能如果影響到病人，然後他們馬上表現這個料理係咪會順勢出來？但係如果搞的東西，同一般的我哋講家政口我冇聽嘅地方，你講其實注意係講，你今日人體也要做下嘅地方，你所有的行為，如果影響到病人。嘛，同時會影響到你做出來嘅料理體嘅。佢從頭都唔講唔得，你能講雞唇啊，能叫咩講雞卵啊？係要咁樣係。咁我煎雞唇啊，唱啊啲啦。但是老師我不懂，請問一下，我們煮飯都用電鍋煮，個生意帶給米做嘛咯？其實我用鐵廚房的時間，沒有用電鍋，是用瓦斯爐煮。所以瓦斯爐煮的時間，還要帶無相同的武器哦，可能鐵的、陶的。玻璃的，然後還有天寶嘅，天寶有土電子鍋來去冇相同，東西全部都請用這個帶，像煮一類飯，先研究看到各種冇相同的煮飯的形式，然後或是帶一個卡式爐，帶孩子們到操場去煮飯，學生就會知道說，原來煮飯不是只能插電，就算冇天寶嘅時間，還可以有別的東西，揾個別的某相同的某個時間，我的時間又能去拿捏，其實它有很多的觀察題在裡面。那什麼時候火要大，火要小，然後你聽到什麼聲音，你聞到什麼味道，然後你有沒有感覺到熱還是冷，這其實都影響到在廚房裡面的那個行走，跟你決定的時間，然後也決定他什麼時候可以下課出去玩。其實做每樣問題嚟講，其實有啲人菜煮得佢好，唔會煮飯。真的煮飯。真係其實煮飯咧，真係係舌頭。係真的。因為尤其係講
用电锅，对，好，我们用电子锅，好，那只系用嗰种人咧，把的去煮法，佢真是要技术，迄模仿一下马上都煮法，唔系水架要贴到边做，大部分人去社会辣下，系啊，嗰时候其实咱嚟搞生意咧，从头开始煮饭一件事情，其实係真是冇简单的事情。谢谢。其实做下嘅事情看起来嗰简单，但是做好来其实嗰度學問。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咪有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以前同人講，神法創意也為意思都講，其實睇我哋做下地步，要軌道嘅套路同我哋神法地步套路係相同嘅。所以唔同我講搞生意對主辦開始嘛，其實我真係基本一個重要，因為其他生意呢，我以為講去翻路接的電子鍋地步都好呀。真的。可是也冇想到講，那有一年電子鍋壞的，我都冇貼呢。真的。也用嚟幫我哋嘅米。好煮成飯，尤其係其實真是會煮飯的人，佢煮嘅嗰種飯，其實會比我哋電子鍋嘅其實話煮嘅過程，係同時亦真是冇提供啊，嘅煮飯嘅過程地方用啊對大火變細火必烚，好必烚，然後最慢那是用嘅米烚嘅米，好可以最慢嘅時間用無窮嘅技術。能做出來，好，嗰種其實我發現到哦，其實重點唔係講我哋都係聽我哋課程地方學嘅乜個我哋講嗰啲形式嘅嗰種採用啦，嚇，嗰啲佢差唔多慢慢佢啦。但係最主要嚟講，我哋今日嗰啲生意嘅嗰啲已經同爸爸媽媽講我哋做下嘅，嚇。但是睇做下嘅地方，我有看過一本書嚟講，其實做下嘅咪係一種勢力範圍。好，人家講勢力範圍嚟講，伊啲尋求加入來嘅時間。佢喺阿婆嘅也要人講家用嘅勢力範圍，好，你用嘅佢做下嘅地方，同人要家用嚇強下，嚇去分享以前嘅勢力範圍，好慢慢嘅生意嘅產業，加入啲時間，生意嘅產業嘅地方，用我同媽媽強下睇做下嘅地方，好用嚟去合作。做出一啲他人願意強下嘅事情，嗰個其實喺日本咧，嗰個節目地步都發現到講，一天辦事都講他人願意強下嘅天數。可是有時我感覺到講，那個麻煩，我不能夠講到做好事情，我不能怎麼嘅。但是其實對廣東人來講，我發意思講，其實佢唔單止嘅係我哋爸爸媽媽同生意嚟強下合作做一件事情，同時嘛係本身人去了解到講，嗰種唔知佢睇嘅偏見咧。從咩地位批房嘅時間，唔能用嚟批下，唔係角色係某個東西。係，就是好似音邊。係。其實我想要搞嘅是音邊，多來片都可以音邊。係，然後第一樣嘅角色係某個，唔係角色係主角，學佢咩行出嚟係從嚟做，還是講佢咩係可以批角？好，其實角色咧一種，我哋第一個人睇沙飛地位角色，其實喺廚房地位嘛可能會清楚，但是佢咩我哋喺現場地位又看到唔知㗎。大家冇強嘅一種，可能係種薄嘅，然後實用嘅薄嘅。你會同你廣東朋友成少嘅一個，佢前面咧係乜嘅呀？係是香蕉棒蛋糕。香蕉棒蛋糕。對。你對面龍嚟用強者，我是冇乜個發現啦。我哋其實面龍嗰度強者。係真嘅。佢當初怎麼想做香蕉棒蛋糕？原因還是就是農家出身啊，很細時節圖爸爸媽媽聽。就是幫忙務農的時候，其實我有一類心情就會，農人很辛苦，然後呢，那還有盛產的時候很辛苦，賣不掉的時候很辛苦，農損的時候都很辛苦。我就想，那如果我會廚房，然後或者是會烘焙的時候，我可以協助農民什麼？那我就先選了一個，就是香蕉，因為香蕉每年可能就會有價錢太低，或者是跌價的問題，或者是過剩。那我這個蛋糕的話，我就是放了大概有6成到7成的香蕉，然後進去。那透過棒蛋糕這個形式，把很多的那個香蕉量整個壓縮下去，然後它可以虛化很多過剩的那個香蕉的問題。那這個的話可以解決農民的就是那個生產的需求。那還有就是用在消費者上面的話，它可以用在極限的運動上面，例如說登山或者是馬拉松。
它的运动效能都非常好，以色列相同会爆，所以这一时就拉白。那来讲哦，这有相当的无，唔错。其实吼，因为我哋比如讲，尤其係騎腳踏車，好马拉松，好，其實伊希望嘅係馬上可以去吸收嘅營養，然後又個夾，好，可是伊冇辦法講，伊拿一啲牛排嚟慢慢嚟食，因為這種東西消化太慢了，變成伊馬上吸收，可是伊有時間，真係伊咧強調。吃到结合，好，包包结合，但是你还变成一个棒蛋糕，对于我们讲，我们马上希望，伊的热量嘅人，伊的运动人，好，唔讲骑脚踏車啦、走步啦，佢北山哦，其實我幾少看到北山有人帶包喺上嘢哩。棒蛋糕是我北山的体的選擇，係哦，因為體的有甜嘛，香蕉粉對甜又是一個，那還有油，就厚的奶油，然後也壓縮了很多的香蕉量，像如果你带一根香蕉，跟你带一块棒蛋糕，它的能量效能就不一样。对，因为它的话整个是。也强者会结烂。对，它没想到会结烂。不过，你就从重量一样的时候，它的那个组织压缩性跟能量就不太一样。它其实是浓想的把它变成一个我们讲登山的一种食品咯。因为我这个北山的世界，因为我前几年去台北北山的世界。因为我有吃的需求，不过我有冇办法，就是跟一般人吃一样的东西，因为那种吃桶的呀，还有吃便利商店啊，然后刚好就上山的时候吃泡面，因为这就不是我平常的饮食，所以就可以是杀鸡，还可以吃的东西，不过又会强，又会有营养，又有热量，所以我就自己作为棒蛋糕，还有你讲的西洋的包子，里边就有乳酪。好，迄因为唔同讲，我们讲山方啊，什么东西，其实山方啊，吃的东西，如果讲了体验能够强，体验一定要有热量，热量啊，包括呢有两种来源，一个有甜，一个有油，吼。可是棒蛋糕我们可以理解，它需要看到早我们讲那种法国面包的东西，因为这样的感觉到有冇乜热量啊，因为你早我饱会没哈。不过里边有空的那个乳酪，可以太 Q 的乳酪贴里边，所以可能空了早的薄诶，然后重点是它里面的那个蛋白质啊、油脂，还有就是用的是台湾的那个台湾小麦，还有台湾的就是还有美浓的那个147的在地的有机米，所以就是结合起来，它其实营养它的持续力是很强的。因为看上来，伊如嗰種我哋講，唔係嗰種而家個腰嘅嗰種薄嘅啦，吼，因為其實我哋講精緻麵粉去做嗰種個腰薄，看上來講，我哋講佢有張力，佢有嗰種發力的一種薄嘅。佢多多人可以講我哋用台灣的燒麥，台灣的燒麥我有聽過，但是其實以中嘅面積應該冇過台吧？就市場來說，其實他們沒有辦法完全供應整個烘焙市場。然後那以單價來說，它相對也比較高一點點。不過可是我們的環境要改變，那我們的糧食本來就要盡量自己種，所以那台灣自己本身有小麥的話，就需要我們這種生產者去支持，所以還是可以吃得起的。那只是說我們自己就是烘焙業者要支持。那用了之後，農民他才會有那個動力，然後持續的去那個栽種下去。那台灣小麥其實買起來也是很便利的，所以其實任何一個人他如果需要的話，其實上網查詢台灣小麥，其實現在有好幾家廠商都有在生產製作。係因為種頭多人講咯，因為你喺台灣這個種營養碳足跡就比嗰種進口慢過少。好，因為可能睇我哋政府種了以後，如送到我南部來，其實太有亂嘅幾百公里嘅一種運送嘅方法。以前我有看過一本書，然後伊講，其實我哋常常會做麵粉底部，我哋做包嘅底部嘅嗰種高碼，可以用自然底部去內到，從自然去抓取酵母，像講，又沒母那裡，又沒無鹽，馬上就對自然底部去內到高碼咯。每一個植物裡面其實都有活菌，只是說每一個植物它的活菌其實是速度不太一樣。像水果裡邊啊，那個葡萄的活菌是最強的，所以我做的麵包啊，其實也是用台灣的巨峰葡萄去養菌的。你就是葡萄空氣的乾內加的水，你驚伊發酵無好的話，你就加一些桶，不會酵母去色，你就看到起泡的，起泡的時間你就推撈起來。
捞出来以后，你就控面粉去熟伊，比不一色，你就会，然后你就再 V 加几百，其实就可以用诶。那所以它是属于这种天然的野生酵母。其实空气里边没有相同有酵母，可是没好牛啊，没好牛，所以你就从水果里边用就可以。所以每一类水果其实都可以熟，不过每一类水果的可能活力都不太一样。可是等于你讲，其實這個唔講係牛肉麥嘅，人講膠麥，其實都偏黑唔講嘅呢，各有各性嘅小麥，其實也等於你講，從同人香樣，好唔知咁唔知幾咩嘢是嚟香樣嘅人，然後搞上我哋一種各有各性嘅一啲小麥粉以後，其實如果產生冇香樣，但是至少可以吃人類的產品。真的，你不以時間去發酵的話，其實你身體身體充沛的話，你會感覺怪舒服。所以就不会有什么胀气啊，或者是那个胃酸的问题。那用在例如说像我带去爬山的时候，其实身体也都会很舒畅的，不会有那种什么不好的反应。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个人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个人如果体育卡，其实各种体育卡时间，他个可以去试看看啦，用一种不自然的心情去开始做我哋嘅上传。最准确的料理，像今日我哋疫情同人讲嘅，其实你可以睇你嘅生活地步，去发现到冇同样嘅冲劲，还有冇同样嘅道理。因为佢刚才疫情人到现场同你分享很多生活从业故事。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休息一下哦，等下听下嚟欣赏嚟运动哦。各位乡亲，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是王正祥，另一边是潘先生，一边是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的运动呢，是刺激导演，请乡亲可以来同我哋共下来做。今日教大家人的运动呢，是伸张功法。伸张功法呢，首先我哋呢两只脚要打开来。打开来过后呢，我哋去做脚转翻单。脚转翻单，我哋呢延伸的重量伫左脚，右脚并上来，左手并喺伫左边的腰嘅，我哋呢右手并喺伫我哋呢肚脐上嘅只嘢。我哋企喺下并上嘅時間，我哋呢延伸我是把向右邊，向右邊嘅時間要記得，我哋吸氣吸爆嚟，吸嚟頂對左腳嚟左邊。頂對左邊嘅時間，我哋企喺下並上來嘅時間，我哋氣頭吐出來。腰骨並上來，延伸到個停頓嚟轉。轉對我哋右邊嘅時間，記得我哋呢氣頭都吸爆嚟，吸爆呢也轉對，因為我哋喺腰嘅動作，按摩我哋呢左腰，所以我哋呢左邊嘅腰嘅會停痛，所以我哋呢延伸停頓嚟轉。再吸放起來。有人講我做下動作，我腳呢按軟係正常嘅，因為我哋腳軟呢，我哋呢手變下來，變下來我哋休息下，那彎片，彎嚟到右邊嘅時間，我哋呢右手變喺我哋呢右嘅右嘅項，又喺我哋呢虎頭項，我喺左手變喺到我喺肚臍項嘅就係肚臍項，我喺左腳變上來，一變上來，企喺下一坐一下。變上來，我哋呢延伸會向左邊，向左邊我哋對左邊吸氣，然後呢我哋呢左轉翻單。今家呢我同大家人呢分解動作，做乜嘅我講啊左轉翻單嚇。分解動作呢就講啊，我哋呢手同腳，我哋一定要移到，今家我做延伸伫左腳嘅時間，我延伸伫左腳，我企喺下坐下去，變咧我也隻腳要變上來，變上來我哋一氣頭對一吸爆過後，我哋按嚟轉嘅時間，嚇氣頭吸爆來，一隻腳停頓嚟轉，轉到也時間對，也企喺下變上來，我哋咧氣頭變下去，
所以18位初到的形呢，初一下，我腰骨一边的送啊，但都眼神都安尼转。观众朋友可以试，乡亲可以试一下，我哋安尼做的时节，我安尼做，吼，对呀，这一初一下，比方说，做嘛个，我的腰骨竖一长的多呀，我也一边的丹田方呢，因为我哋伫个安尼转的时节，第一，我哋呢舒心。吼，又舒又受气又放，我哋呢腰诶系水呢系冷诶，我哋安尼做诶时间呢，我哋呢腰诶呢舒心去温烧我哋呢腰诶，我哋呢腰诶水，那会散发放起来到一个温温诶地方，我哋坐起来坐下嘅时间，我嘅眼神表送一次眼都会转。转的时节，我右只脚、右脚是松的。我对一只嘢时节，我肚子吸气吸爆来，吸爆过后，我对我肚子调向来吸爆的。我腰骨转的到左脚的卡拉下，我卡拉下表松的时节，我肚子向下摆，气头跳出来，腰骨表松来，比天天来转。等多做个几遍的时间，我哋呢左边的腰诶，伊都会充满我哋的阳气，我哋呢腰骨呢都会活发。我讲脚痒嚟用嚟唔怕，脚痒呢我哋都放松来，起一下，我哋就在稳片呢记得，我加喺坐的地方，我右脚坐下去的时间，我脚呢也卡拉下呢，一定要坐下去。坐下去的时节，我也左脚一放松来，放松来的时节，我边的我右手一边的一插喺我腰的方向，因为我哋呢舒心喺手的，边的我哋呢右边的腰的时节，温烧我哋呢右边的腰的，我左手边的我丹田方，我丹田呢，人讲丹田也係一種的吸氣的地方，我哋呢腳放鬆的時節。一卡拉下坐的下去，我哋呢眼神放鬆，對呀左邊的時節氣頭吸爆來，吸爆過後呢，轉嚟到我哋呢右腳，對我哋呢右一卡拉下時節，我哋坐下去肚子放鬆來，氣頭都順順地跳出來，我哋腰骨放鬆來，我哋呢眼神就會停頓嚟轉，我哋一次一次咁嚟做呢，會幫我哋呢眼神。我哋呢兩片的腰的活發，比充滿我哋的陽氣，所以做的時間我哋個停一些，慢慢的停，氣頭吸爆來，放鬆來。講我腳癢呢，做唔到九遍，做唔到唔怕，我哋氣頭跳下嘅時間。我哋放鬆嘅，我哋腳兩隻手再放下來，我哋休息一下。等到人腳唔滿樣呢，可以我哋再溫片記得一天我哋呢卡拉下坐下去，我哋呢手一長對我哋呢腰嘅，右手一長對我哋呢丹田，我哋呢肚臍上肚臍嘅地方，放鬆，右腳放鬆來。放鬆過後呢，我吸氣的時間，我都對我右腳吸氣，吸得到哪？吸得到左腳，所以我哋呢眼神會停頓嚟轉。左腳的時間，我哋呢卡拉下放鬆來，我哋呢肚子向下擺，下氣氣頭出來，我哋呢腰骨放鬆來，亦都會停頓嚟轉，眼神都會停頓嚟轉。所以吸氣。卡拉下放鬆來，我肚子向下擺，氣頭跳出來，也會放鬆來，有眼神放鬆來，也都會眼神都會停頓來轉。我哋喺做腳癢嘅時間呢，我哋呢雙手再放下來，眼神休息一下，同我哋腳放輕鬆來。
在温片，记得咯，我哋温片的时间，我哋的手，看个腰的方个一天臀脚，眼神向一个方向，我哋徛啦下坐下去呢。我哋的眼神都是包围斜一片，可我眼神係斜左片，我吸氣的時間都係對左片定對右片。定對右片的時間，我徛啦下邊上來，肚子向下背，氣頭透出來，眼神邊上來，一度停頓來轉。今天呢，我同大家人做嘅連貫動作，連貫動作呢，同樣我哋嘅眼神拿下來，變下來過後，我哋呢，今天我嘅眼神嘅左腳，我嘅左手變右嘅，右手變嘅肚臍項，我徛啦下坐一下，我嘅右腳都係變上嘅，所以眼神都會向右邊。眼神向右邊的時間，記得氣頭吸爆來，轉右嘅，轉嚟到左腳，我哋呢徛啦下變上來，我哋呢肚子就會變上來，氣頭都透出去，右嘅變上，眼神變上，眼神就會停頓向右邊行，人家繼續嚟吸氣。透氣。透氣的時間，記得徛啦下一定要變上哦。你徛啦下冇變上啊，但你眼神都唔會停頓，都冇法吐氣頭透出。今天呢，我哋向右邊的做，我哋揾左邊的吼，我哋呢雙手變下來，我哋呢右手變喺右嘅方，眼神喺右腳，左手變喺丹田行，肚臍行，我哋呢左腳變上來，徛啦下坐下去，眼神都會向左邊，點解左對左邊吸氣，吸放起來，定對右邊，右邊呢徛啦下變下去，肚子向下背，氣頭透出來，眼神變上來，鼻天天嚟轉，再吸放起來。今天呢，我哋呢動作做得到呀，向前要記得冇，還要記得呢，停前上來好好來運動一下，我哋呢眼神同精神都會更加好，好好運動，我哋下一次拿來了。